歡迎大家收聽大齋期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馬太福音第21章33至到43節及45至到46節。你們再聽一個比喻，有一個家的主人開墾了一個葡萄園，四周圍上籬笆，裡面掛了一個榨酒池，蓋了一座守望樓，租給園戶，就出外遠行去了。收果子的時候快到了，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裡去收果子。園戶拿住僕人，打了一個，殺了一個，用石頭打死了一個。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園戶還是照樣對待他們。最後他打發自己的兒子到他們那裡去，說他們會尊敬我的兒子。可是園戶看見他兒子，彼此說：這是承受產業的，來，我們殺了他，佔他的產業。於是他們拿住他，把他扔出葡萄園外，殺了。葡萄園的主人來的時候，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？他們說，要狠狠地除滅那些惡人，將葡萄園轉租給那些按時候交果子的園戶。耶穌對他們說，匠人所丟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，這是主所造的，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。這段經文你們從來沒有念過嗎？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，賜給那能結果子的民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們說的。他們想要捉拿他，但是懼怕眾人，因為眾人認為他是先知。這是上主的道。上帝的審判與憐憫。今日兇惡園戶嘅比喻係馬太福音由21章28節至到22章14節，耶穌嗰3個比喻之一。隨住耶穌嘅門徒彼得喺馬太福音第16章16節稱耶穌係基督，係永生上帝兒子之後，耶穌嘅身份同埋權柄亦都逐漸成為群眾爭論嘅焦點。有一班宗教領袖嚟質問耶穌嘅權柄，耶穌就以3個天國嘅比喻嚟回應佢哋，更指出佢哋之中誰人可以進入天國。第一個比喻係2個兒子嘅比喻。耶穌話稅吏和娼吏比尊貴嘅祭司同埋民間嘅長老先進上帝嘅國。到咗21章33至46節，第二個比喻係兇惡園戶嘅比喻，亦都係今日我哋所揀選嘅馬太福音嘅經課。呢段經課更加係講明世人拒絕上帝嗰個嘅下場。比喻嘅內容發生喺葡萄園上邊。園主將一個相當完善嘅葡萄園租俾園戶，當主人派僕人去收租嘅時候，嗰啲園戶不但係拒交，反而係打傷咗主人派去嘅人。比喻冇直接交代租戶欠租嘅原因，但我哋只知道隨後主人所派去收租嘅人竟然全部俾園戶殺死。最後主人打發自己嘅仔去收租，以為嗰啲園戶會尊重佢，誰知園戶合謀殺死咗佢嘅仔，企圖要霸佔嗰啲葡萄園。成個比喻係上帝救恩嘅縮影。比喻裏嘅園主代表上帝，葡萄園係以色列國，租戶就係當時宗教同埋社會領袖。佢哋原本為上帝治理以色列國。園主差去葡萄園嘅僕人代表住舊約歷代嘅先知。最後園主嘅兒子就係耶穌基督。上帝揀選以色列民，交託佢哋開拓天國嘅基業。雖然上帝派佢嘅使者都俾佢哋殺死，但上帝依然係懷住慈愛嘅心，最後派自己嘅仔去，
希望佢哋能夠悔改回轉，結果就連自己嘅仔亦都被殺害。世世代代嘅人點樣拒絕上帝、惡待上帝嘅使者，就係上帝嘅兒子耶穌基督都唔放過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。呢啲所有一切都喺呢個比喻裏邊係表露無遺。租戶嘅所作所為，就算係耶穌嘅對頭人祭司長同埋長老亦都睇唔過眼。喺41節佢哋話要狠狠地除滅呢啲嘅惡人，將葡萄園轉租俾嗰啲按時交果子嘅園戶。其實當佢哋講呢番話嘅時候，就已經定咗自己嘅罪。救恩本來就係喺佢哋中間，但係而家上帝已經將呢份救恩轉移到嗰啲能夠結果子嘅人身上。比喻最後嘅部分，耶穌預言自己將被人棄絕，但佢成為上帝建立救恩基業嘅房角石。葡萄園嘅比喻亦都俾今日嘅教會帶來警醒。我哋就係葡萄園嘅新租戶，我哋有冇意識到我哋就係呢個嘅管家，係要為拓展天國基業去努力呢？人棄絕上帝同埋唔結果子嘅結局，就係比喻中一句令人震驚嘅說話：上帝嘅國必從你哋奪去，賜給那些結果子嘅民。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嚴厲嘅審判，然而上帝卻係冇離棄我哋，佢一直都係懷住慈愛同埋忍耐等待我哋。呢個就係上帝俾我哋最大嘅愛。阿門。讓我哋有一段反思嘅時間。今日當你再讀呢一段葡萄園嘅比喻嘅時候，佢為你帶嚟咩嘅反省呢？上帝昔日恩待以色列民，今日上帝同樣恩待我哋。不過我哋是否係願意遵行佢嘅旨意？喺教會嘅籬笆裏邊，我哋經驗嘅係公平同埋愛心嘅生活，抑或係彼此嫉妒同埋互相傾軋嘅聲音呢？我哋應該點樣係栽種上帝早已預備嘅葡萄園，為佢結出豐碩嘅屬靈果子呢？讓我哋同心祈禱。慈悲仁愛嘅天父，我哋辜負了你嘅信任，沒有盡心侍奉你，沒有好好嘅生活表現，亦都冇為到教會福傳工作而努力。但我知道天父係冇離棄我哋，佢一直為着慈愛同埋忍耐等待我哋，懇求天父施恩眷顧我哋，叫我哋遠離惡念，為拓展天國基業努力，能夠按時結好嘅果子，得到上主嘅憐憫，這都是靠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